世界各地的莲友们，大家早上好，阿弥陀佛。现在下面呢，我师父跟各位大家报告介绍这张印光大师讲的话，太精彩了，太精彩哦，很有深度。他讲的内容呢，我们一定要绝对相信，而且肯定要相信，因为他的内容太真实了，太真实，你一听就会知道。你看。 老人家印光大师他说，佛教人念佛求生西方，佛教人念佛求生西方是为人现身了生死的。要这么念，对不对？应该这么念。佛呢，他教育我们，提醒我们，教导我们，念佛是干什么？ 念佛是干什么？叫求生西方，是为了要求生西方。你为什么念佛？因为这个名号是阿弥陀佛里面用尽苦心、付出一切的心血，他努力的修万善万行，舍身舍命，一切的代价，无非就是要成就这个名号，让众生离开这个娑婆世界。因为娑婆世界是什么？是个五浊恶世嘛。 它是一个非常不可靠的，如梦幻泡影的世界，很容易幻灭嘛，幻灭，而且很多多灾多难，这个是人间，对不对呀？以前我们呢，除了自己本身的生老病死之外呀，更重要天灾地变嘛，人祸，很多意外的事故层出不穷，所以我们佛才告诉我们。 世间都有很多恶道，你看地狱啊、恶鬼啊、畜生呢，在人世间，常常我们可以感受到，也经常可以接触到，我们可以看得到。所以说，世间不是久留之地。那么他教我们念佛干什么？就求生西方，就是求生西方。 是为人，是为了我们一切众生现身了生死的，在现在这一辈子，就是为了你这一辈子怎么样了生死，了断，把生死给斩断了，斩断。你不要受生，你没有生，你当然以后就不会死了嘛。你不会生就不会死，对不对啊？所以就把生死给斩断了。若求来生人天福报，如果你是求下一辈子希望得到出生当人出人，或者是在天上当天神，你当一个人大富大贵的人很有影响力的人，这种福报你要做人也好，做天神也好，这种福报就是违背佛教。因为佛的本意，你就算你当一个天神，那个天神的寿命有个限度。 有个限度，他的福报呢有个极限，等到他的寿命到了，照样堕落；他的福报享尽了，他照样轮回。你看，在天没保障啊，他不是永久性的他随时会变化的。所以当人那更不要说了，你就再大的富有了，你是一个总统，你是一个行政院长，可能你是一个国王你不管你什么身份地位。 但是会不会死啊？还照样会死，而且这些东西对你面对的死亡的时候，不会提供有任何帮助，除非是你利用你现在的地位，能够对于所有众生做出很大的贡献，带给他们幸福快乐，带给他们生活安定，带给他们减少烦恼，提供这一种人心向善的好的作为。 你有在那个权力的时候，你有在地位的时候，你能做这些。当然，你下一辈子到好的地方，所以公部门中好修行啊。你在一个公家的机构，如果你担任某一个重要的职务，你能够发挥这种爱心、慈悲心，为大众着想，不是在那边争钱夺利呀，不是利用你的权势来欺压百姓。 不是，如果你这样子的话，你造罪无量，你堕落的地狱不是18层，是19层、20层的地狱，金刚地狱啊，永不超生的。所以越是有权势、有地位的人，更应该要小心。
所以过去所有的祖师大德告诉我们：一世为官，9世牛啊！一世为官，一辈子当官，但是你做错了，你利用你的权势，知道吗？作威作福啊！作威作福，结果呢，让老百姓呐、那个叫苦连天。如果你是这样的情况下，9世为牛，9辈子，你以后一世要9倍哦，9代，你9辈子9生，你必须要去偿还。当牛来偿还，所以你看这多可怕，多么可怕！所以我们为什么佛这么慈悲教我们念佛，就是知道这个人世间是个陷阱，是一个黑暗的，都是一种贪嗔痴、贪心、计较，各位嗔恨，不断的在那边比较，所以我们的心是险恶的，心是一非常肮脏的，造下了想滔天大罪。所以很容易就堕落，很容易就受苦。佛教我们念佛是干什么？不是求人天福报，叫你来世赶快发愿往生，发愿往生去成就。如果你没有，你只是单纯的求人天福报，你是违背了佛教的精神。佛来教导你的这个根本的目的，你违背了，好像是将一颗举世无价之的宝珠，一颗非常价值的，在这个人世间认为最有可贵、最有价值的宝珠啊，无价之宝，无价之宝，这种宝珠换取一颗糖吃，岂不可惜？你如果到西方，你成佛了，永远不会生死轮回。如果你是求人天福报，还会堕落，还照样受苦，就是像一根糖在吃一样，吃一个甜糖，但是很快就没了。很快就丧失了，这太可惜了，岂不可惜？这个不是一个很可惜、很遗憾的一件事情吗？啊，太可惜了。所以，我们是不是最终的目标、终极目标就是发愿到西方成就？对不对啊？对不对？不是求人天这些福报，不是啊，这是有限度的，而且它是无常的。你今天有，明天可能就丧失了，所以这些都是不可靠、不真实的。你想要仰仗它吗？依靠这些东西吗？有一天你一定会堕落的，一定会衰败的。所以我们就知道印光大师讲的话是太精彩了，各位对不对啊？他的内容提醒我们是当头棒喝。嘣！把你的脑袋瓜敲醒，你千万不要沉醉在我求名啊、求利啊，我在这边呢，我在这个陷阱当中一直拼命的，你看你夺我强的，到最后你造业无量，你一直不断的堕落，不断的受苦啊！所以各位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，各位对不对？我们互相提醒，互相鼓励哦。南无阿弥陀佛。